哎呀，干嘛呀？进来。阿言，这里有几份文件，急需你签字。好。好了，辛苦了。晚上回家吃饭吗？晚上有事，不用等我。男人一辈子不可能只喜欢一个，季寒迟早会对你弃若敝履。不会的，我跟季寒不一样。哪有什么不一样？他签字了。冷静期结束，正式离婚后10个亿会打到你账上。进。温经理，这是总裁让我拿来送给您的。温经理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多谢啊。这个项链呢，是总裁精心挑选的，全球仅此一套。那还真是有心了，百忙之中还给我挑礼物。卖了。嗯，还有我之前发给你的那些首饰包，全都卖了。你下定决心了？8年，真的舍得？是啊，8年。再漂亮，睡8年也腻了。顾小姐年轻可爱又新鲜，也不怪季寒拿她当心肝肉啊。这温之言也是够傻的，陪季寒白玩了这么多年。回头啊，季寒不要了，我去疼疼他。那小样，我可都馋了好多年了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畜生！各位，话也不能这么说吧。沈季寒和我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也是水灵灵小处男1年，我不也白嫖了他8年？季少爷，季寒哥哥，这位是？带着你的小心肝继续玩吧，我就不打扰你的雅兴。沈季寒，沈季寒，你放开我，放我下来！沈季寒，放我下来！你放开！
生气了？气得想杀人，你最好防着我点。顾家长子顾清泽有意跟我们一起合作北极星，清棠是他的妹妹。怎么，你不陪他妹，他不跟你合作？温之言，别闹了，那几个胡说八道的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其实你要是想给家里换个女主人，我可以让位的。反正知道我们结婚的人不多，换个人不麻烦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念头，你最好想都不要想。别气了，这周末我们出海去玩2天，就我们。抱歉，阿姨，我突然有事要去趟香港，就不能陪你出去玩了。好。明天回来一趟，把我们谈好的离婚的事立个字据。好。季寒哥哥，我又赢了。你怎么？你妈叫我来的。你不是昨天说要去香港吗？什么时候学会的瞬移？你好，又见面了。我是顾清棠。糖糖，玩得开心吗？拿这当自己家。这是盛和的温经理，我找他说点事。啊，原来是公司的员工啊。江女士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要不就在这儿谈。改天再谈吧，招待清棠是第一位。季寒哥哥，咱们继续。温经理会下棋吗？会啊。顾小姐要玩吗？可以啊，来一局。这么小儿科都能输，沈总会哄人。温经理喜欢白棋还是绿棋？绿的吧。适合我。我赢了。我赢了。虽然你先赢了，可是我也5颗了，我也赢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继续？这局不算，再来。顾小姐，你也是。再来。我赢了，你又输了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又赢了。完了！佳怡，够了。不就玩个五子棋吗？要那么认真吗？到底是小门小户出来的，就知道争风吃醋。好了，别哭了。
温之言，志涵哥哥。15亿，少1分，这个婚都别想好好离。少爷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是我追尾，我负全责。我家少爷赶时间，您看能不能先留个联系方式？回头你列个清单。等交警处理吧。少爷，这位小姐执意不愿意私聊，我联系了孙泽，您先走，我留下处理。少爷，少爷，哈喽哈喽。把我拉黑，用寻死来惩罚我吗？你大可放心，你不会有这种困扰的。我承认今天是我骗了你，但你完全不计后果把人欺负哭就没问题吗？他只是被娇咬惯了，说话随性没分寸，你何必要跟他置气？以后我不会欺负他，也不会管你们两个的事，但请你也管好他，不要让他随性到我面前。我只拿她当妹妹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，妹妹，那我就祝贺你多了个好妹妹。这衣服谁的？哥哥的，新认的。沈继涵，别用这种方式气我，要为别人的生命考虑。冒昧的问一下，你家少爷的身高、体重、三围？不接吗？不用。跟你商量个事。有什么你直说就是，跟我哪用得上商量？我想辞职。
这些年只顾着工作，太累了。我也想体验一下当豪门阔太太的感觉，出去旅旅游，散散心。秋儿也好，那你想好了去哪儿告诉我，我给你订票，安排行程。到时候我就跟你拜拜了。谢天谢地，你终于想通不给盛和当牛马了。正好，君逸集团的太子爷正在招兵买马，有机会我帮你牵桥搭线。君逸太子爷，华尔街回来那个，叫赵玄州。就是他，赵家是真豪门，这位爷爷是真神秘。君逸，温经理，沈总现在在开会，不方便。哎，温经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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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顾小姐刚才是因为搬资料出了一身汗，所以才洗了个澡。何经理，你好好一个名校高材生，都快混成龟公了。温之言，你少指桑骂槐的。你一个经理，居然敢闯总裁的办公室，你被开除了。辞职的事我已经跟你说过，后面我会做好交接工作的。都依你。那你们继续开会。我们继不继续，还轮不着你来管。季寒哥哥早就不爱你了，你不知道吧？多少个晚上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够了，让他继续说。我倒想听听顾大小姐到底有多不要脸，爱与不爱你都是那个小三儿。你记住，我今天能推开这道门，却代表我能把你们这对渣男贱女刻在耻辱柱上。你敢说我贱？温之言，你再怎么胡闹也要有个限度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跟个泼妇有什么区别？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沈总，温经理他刚才好像撞到了腰，伤得挺严重的。季寒哥哥。怎么了？是你？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，什么事？三维。温小姐问的。方便吗？温经理，这些年你一手把项目部拉扯到今天，我们都以为你会一直在的，和总裁好好的。抱歉啊，以后啊，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随时联系我。一群牛马，装什么姐妹情深啊？你来干什么？总裁办公室不够你折腾的。季寒哥哥没告诉你吗？从今往后，项目部由我来接管。你们先出去。温经理，顾小姐她呢也是有心想要做出一番成绩，沈总也是为了鼓励她，所以才
顾清堂想要立功，整个公司那么多部门，随便哪一个不行，为什么非是项目部？你明明知道项目部是公司命脉，这些人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。你既然已经离职，就不是项目部的人了。有什么身份来过项目部的事？好，是我僭越了。哎呀，温之言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努力了那么久，不过是我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轻易替换，谁让我们出身不同？我高贵，你低贱。你高贵在哪儿？是拥有一个下五子棋都需要男人让的猪大脑，还是说捡了我不要的男人和工作？你继续嘴硬，像你这种低贱的漂亮货色我见多了，不过就是男人发泄欲望的玩物罢了，还妄想嫁入沈家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原来顾小姐每天大脑里装的都是这些啊，怪不得每天不干正事，跟个牲口似的乱搞。你跟沈继海就该锁死在腥臭的牲口圈里。温之言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交接完成，祝你早日搞好关系。季寒哥哥，我好心好意给那个女人冲咖啡，结果她一直骂我，还骂你，说我们两个是牲口。哎，你看看，她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。这女人是疯了吧？沈静涵，你得给我妹妹一个交代。她最近情绪不太好，我代她向你道歉。谁让你替她道歉啊？我要她自己给我跪下来道歉，然后让我如数打回去。不可能。他平白无故欺负我妹妹，沈总却如此包庇纵容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合作？就是，非要如此的话，我也只能表示遗憾了。你，季寒哥哥，你就这么在乎这个女人？为了她，不惜放弃与我们顾家的合作了？她是我的女人，谁动她还可以。她哪来的双标变态占有欲啊？自己跟顾清堂不清不楚，还不准你离婚，拿你当私有财产。他发起疯来，有可能真做得到。反正想要顺利离婚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一步步来嘛，先找个好去处。今天赵玄州正好也在，你可得抓住机会。我打听过了，君毅的首席秘书还空着呢。我还是换回我自己衣服吧。哎，别嘛，我是正经求职的牛马。况且我也不认为赵玄州只想要一个美人当秘书，美人跟能力又不冲突。赵家嫡系，年轻一辈的佼佼者，手握云城顶级资源，最重要的是他还是单身，黄金国。算了吧，我现在只想求财，不求。你不能一朝被蛇咬，从此当尼姑呀！你就相信我吧。哎呀！恭喜楚总，恭喜楚总！赵总，老板，这是我姐妹温之言，今天特意来领略赵总的风采。怪不得温大美人打扮得这么漂亮，原来是冲着赵总来的，野心不小啊！赵总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初次见面。赵总跟阿言之前认识啊？赵总，今天很高兴能见到您。我看你是挺高兴的。过去，过去。赵总，您喝水。初次见面的温小姐，这么大费周章认识我，不会是只想要我的三维吧？
我问您三围，是因为我把您的西服弄脏了，想买套新的给您。至于今天，我是听说您在招秘书。你不合适。刘总说的是，这次多亏了您的。季寒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哎，没什么。何瑞找个私家侦探。你穿成这样来求是我的首席秘书，我这要是真接受了，不是让人以为我只图色呀。再说了，就算是真图色，我也没有必要这么广而告之吧。受教了，赵总，那就先不打扰您啊。之言，之言，赵总，您拒绝了他。赵总，之言能力很强的。我没看出来啊。哎呀，你这误会闹的，这都怪我。之言来的时候不是这么穿的，是我嫌弃他长衣长裤太，所以就逼他换了我的衣服。你能力也挺强的。离开盛和，离开沈季寒，我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？你今天一直在家，没出门？沈总这是在我身上找什么痕迹呢？今天在高尔夫球场看到一个背影，跟你很像。你看错了，我要睡觉，别烦。少爷，猎头公司给的候选名单传过来了，上次追尾的温小姐也在。这位温小姐虽然年轻，能力却很不俗，在盛和4年，一路做到项目部经理。盛和这几年做得如此好，一半都是她的功劳。现在没人挖她吗？盛和的总裁沈季寒是她男朋友，温小姐很长情。不过，据传沈季寒要跟顾家4小姐联姻，温小姐一怒之下就离职了。傻姑娘啊！你穿成这样来求助我的首席秘书，我这要是真接受了，不是让人以为我只图色。受教了，不打扰赵总，再见。少爷得知温小姐要陪他一身西装，特让我将3围告知。赵玄州改主意了，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不，自恋要不得，他一定是怕我再拿西装当借口。好的，尺码我记下了，我会尽快买好，然后邮寄给你的。邮寄？要不我去提醒他一下，少爷这样做是想给他机会。不用，他自己不愿意，不用明讲。
谢谢。倪先生身材真好，是模特吗？不是，不是先生。听说今天夫人在商场逛了2个小时，为了给您买身西装，真的很用心。我就知道，他肯定会想通的。这是我的，你要吃自己去煮。你让我自己煮，要不你去外面吃啊？反正外面的女人、外面的床、外面的屎都比家里的香。温之言，就1份番茄锅，你要吃就给你。你忘了，我从来都不吃番茄的。呀，我还真忘了。这给我买的，不是，给我爸买的。给你爸买。那你怎么不舍得给你老公买一身？你缺吗？季寒哥哥，这就是你说的熬了7、8个大夜做出来的项目书？你这么凶做什么嘛？我都已经尽力了。项目书重做，有什么不懂的？问项目组组长，他是直言一手带出来的，很有能力。沈总，我查到温小姐在兰亭买了套公寓。赵玄州也在这里住。之言最近还去哪儿？温之言，明天晚上7点半到安曼签协议。好，15亿，别让你的律师写错了。温小姐，明晚8点，我陪少爷在安曼会客。您方便的话，可以将西装送来。这么巧？怎么是你？我很快就会是沈家的儿媳，替江阿姨解决一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15亿，你还真是看得起自己，不愧是小门小户，上不得台面。看来上次的文件夹还是不够讨。温之言，你在得意什么啊？你不过就是一个被玩烂的货色，敢在我面前嚣张？我不跟没脑子的人谈。告诉江文慧，让他请律师来谈。温之言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？今晚就是你的死期。我到了。
温小姐果然……哎，这信息怎么这么奇怪？给我看看。啾咪，啾咪是哪儿啊？早说了让你别喝这么多酒，看看，喝头晕了吧？小美人儿，别担心，我们不是什么坏人。这脸蛋，这身材，极品中的极品呐！她老公怎么想的？让别人玩自己的女朋友，还要我残了玩，哎呦，好可怕呀！哎呀，离婚不想给钱呗？这协议上说的清清楚楚，离婚前要是跟别的男人有不正当行为，赔偿作废。今儿咱们哥几个不光要让这协议作废，还得让这大美人啊报废了才行啊！沈季寒叫你们来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妈的，还打电话！让他打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没人接吧？打不通，再打呀！沈季寒，季寒哥哥不想接你的电话，我们为你准备的猛男还喜欢吗？好好玩，他们很会伺候人的。我就算变成鬼，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大美人放心，死在我的身下，保证你做鬼也是个风流鬼。明天你一夜战8人的精彩画面就会被发到网上，任人围观。为了庆祝，我和季寒哥哥会在明晚宣布订婚消息。我早说了，碾死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妈，这阵下去，保证让你飘飘欲仙，一死一活！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妈的！别动！走！带走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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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！沈怎么样？啊，您放心，人没事儿，幸好来得及时。不过他神情有点恍惚，可能是受到惊吓的缘故。温之言，没人能伤害你了，没人能伤害你，我在这儿，我在。
차갑게 놔두진 이야기 그때의 모든 게 난 선명해 동화 같은 시간 속에 난 안겨진만 그 두려움만 哎，少爷，是车里太热了吗？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？你话真多。这怎么还生气了？赵总，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最好别乱动。之前发生的事记得吗？记得。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想听哪个？都听。好消息是你没被侵犯，酒店那边也会守口如瓶，不会有什么流言传出来。坏消息，他们是你男朋友指使。我知道了。你这次去安曼，我也有责任。那些人还扣着呢，是想报警，还是想私了？我可以再帮你一次。不用了，剩下的事我会自己解决的。你已经帮了我太多了。真不需要帮忙了。我欠您的人情太多了，再欠就还不起了。谢谢。阿言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电话一直打不通啊？夏夏，我和沈继涵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。这帮畜生，不说畜生都便宜他们了，全他妈猪狗不如。顾清堂也就算了，可沈继涵，你们在一起8年啊！是啊，8年，抵不过一个刚认识半年不到的新欢。夏夏，你知道吗？沈继涵今晚就要跟顾清堂订婚了。什么？你们还没离婚呢？等等，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你让他签离婚协议了？我想过这个可能。一定是这样，他跟姜文慧早就做好了局，一个装深情稳住你，一个使劲刺激你，趁你着急，再逼你签赔偿款协议。一旦2个协议同时生效，他就能毫发无损的离婚，到时还有视频做把柄，那你也就只能吃哑巴亏了。阿言，这男人太可怕了。可我总觉得沈继涵的言行和顾清堂的话有点行不通。夏夏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，只要能撕了那个渣男贱女，就算上刀山下火海，都包在我身上。王总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上次项目多亏你带，你这心情再看。好，上次那个设计师。今晚的慈善晚会，多谢顾太太捧场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乔两家的热物件，我看好事将近了。沈顾两家联姻，看来云城的天又要变了。这些废物怎么回事？电话打不通，视频也不发，难道他们把人给玩死了，不敢露面？糖糖。阿姨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他签字了。反正那贱人是活不成了，这协不协议的也没什么用。当然了，江阿姨，明天我就把协议给您送过来。真是个好孩子，马上就该改口了。那我现在就改口，妈。他还在搞西夏家，门都没出。好，知道了。季涵哥哥，季涵哥哥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套粉钻适合我吗？适合。
我就知道季寒哥哥眼光跟我一样，我皮肤白，这套粉钻跟我最搭了。像林太太年纪那么大了，根本就不适合她，好吧？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季寒哥哥，你要去哪儿？今天晚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。什么很重要？诸位，今晚的慈善晚宴前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。我儿子沈季寒将会跟顾家小姐顾清堂订婚，所以今晚我会拍下最贵的一套珠宝，送给我的准儿媳做见面礼。好，真是般配，恭喜恭喜！真是般配啊！什么订婚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订婚了？季寒哥哥，直言，看这架势是要砸场子啊！他有什么脸闹？还真把自己当成沈季寒老婆了，自取其辱。可他也没错呀，好好谈个恋爱，渣男薄情变心，换你能忍？别走，我跟季寒哥哥已经订婚了，你不要再来缠着他。够了！季寒哥哥，季寒哥哥，沈季寒，你清醒点！你要为了那个女人让我妹妹现场难看吗？放手！我不管你想干什么，立刻离开！再纠缠季寒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先别闹，回家我再跟你解释。沈季寒，你这是打算纳妾吗？他这是指着顾家小姐的鼻子骂小三，他胆子也太大了，敢把顾家的脸扔到脚下踩。温之言，你要不要脸？我跟季寒哥哥订婚在一起，我们才是名正言顺的。你闭嘴！沈季寒，你什么态度？堂堂乖，我们是有家教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别拦着，让他说。温之言，你再敢乱讲一句，分手费一分也别想拿到。分手费？什么分手费？还以为是什么真爱呢，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钱。不甘心，傍了这么多年的金主要飞了，想闹一闹，多讹点钱呗。温小姐，你与沈季寒的旧事我们不管，但你既然拿了钱，就不要再做出有失颜面的事，请你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我不客气？放在古代，顾清堂就算进了家门，新婚夜也要给我磕头敬茶，喊我一声姐姐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疯了吧？我还给你磕头，我给你上坟行不行？不服气啊？现在告诉我，我有没有资格让你给我磕头敬茶？你们结婚了？你们两个，一个婚内出轨，一个勾引有妇之夫，还恬不知耻的广而告之宣布订婚，你们有没有法律常识？重婚，违法的。沈季寒结婚了？怎么没听说过？本来以为是前女友讹钱，没有想到是妻子手撕小三啊！沈夫人，你怎么能隐瞒这么重要的事儿呢？你是想害死我女儿不成？顾太太，你听我说，这都是误会，误会。沈夫人好胆识，敢对顾家骗婚。沈季寒，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们顾家，给我妹妹一个交代吗？什么情况啊？他真巧，老人堂不前配大战小三，什么深仇大恨呢？你非要这样才满意吗？离婚吧。这是闹啊！我祝你们这对猪狗不如的东西，
作死！玉手，你个烂货！昨天晚上那么多男人怎么没把你玩死？就他去死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季寒哥哥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昨天晚上跟8个男人睡了，这样被玩得浑身脏透的女人，你也要吗？是吗？那请问顾小姐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当然是……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，你倒先自己自爆了。这就是你满意的儿媳妇，能带你一起犯罪蹲大牢的儿媳妇。你们看我做什么？是他胡说，是他自己发骚发了，说不定都被人玩出病了。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神经病！你冷静一点。我妹妹也许只是一时情急，胡言乱语。是啊，总不能什么证据都没有就说我们堂堂设计的吧？也说不准是她温之言在外面跟男人鬼混，被人看见了，传到我们堂堂的耳朵里。现在又用苦肉计来挑拨你们2个人之间的关系。季寒哥哥，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是因为我闺蜜看到了告诉我的。我本来都没想说，谁让她刚刚那么过分？你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吗？我发誓，我要是撒谎，就让我穿肠烂肚，不得好死！哼！温之言，没有证据，你就是板上钉钉的烂货。等季寒哥哥冷静下来，看他还会要你吗？穿肠烂肚，不得好死。顾清堂，你是真不怕遭报应？季寒哥哥不想接你的电话，我们为你准备的猛男，你还喜欢吗？好好玩哦，他们很会伺候人的。明天你一夜战8男的精彩画面就会被发到网上，世人围观。这太刺激了吧！这顾家大小姐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？太不要脸了！顾清堂，你怎么会有陆毅？堂堂，你怎么敢为了男人做这种事情？是江阿姨逼我做的。啊？他让他做的？还挺有种。温小姐，女中豪杰呀！哎，少爷，下午约了。这么精彩，你不想去看看现场版？不，啊，少爷，少爷。啊！是他，我没有逼他，是他自己说的。他说他可以让温之言签那个补偿协议，我还以为他就是多找几个人吓唬吓唬温之言的。江阿姨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分明是你跟我说温之言贪得无厌，你又不想让季寒哥哥记恨上你，我看着不忍心，所以才替你去联系那些人的。你胡说八道，你简直就是胡说八道！行了，沈夫人，撒谎也有个限度，隐瞒沈季寒已婚，让我女儿被小三，这事儿也就算了，现在还装可怜，拿我女儿当刀，你还不敢承认？我对你们沈家的家风实在是不敢恭维。事情闹到今天这种地步，你们沈家责无旁贷。真是狗咬狗一嘴。温之言，对不起啊，你受的伤，你被玩出的病，我都会花钱替你治的。你要相信，世上那么多男人，总会有人不介意的。死到临头了，还要拉我一起下地狱，你还真是天生坏种。不过你可能要失望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被人救了，那些人根本没有得逞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就等着在牢里跟他们团聚吧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没有吗？这不可能！安柏是出了名的私密性高，又在成交，谁能来救你？谁会来救你？你就是怕季寒哥哥觉得你不干净，所以才撒谎的吧？我不需要他觉得，而且就算他们得逞，脏的人也不是我，是他们，还有你这个指使者。你少扯那些没用的，有本事你现在就把救你的人叫出来，让我们大家看看是何方神圣。你们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温之言，你再怎么狡辩，
也改变不了昨天晚上你躺在那些死猪身下的事实。这也太坏了！温之言怕是这辈子都走不出来了。可怜还可怜，太可怜了以后怕是也没人敢要他。哎呀，对呀，同情啊！顾金堂，造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你想多坐几年牢吗？撒谎造谣的是你才对吧？谁说他说谎了？啊！这是。这是赵玄州，是赵玄州，玄州，赵玄，该不会是然呢？赵子来了？除了赵家太子爷，还有几个这样的人？是往日都摸不着一脚的人，怎么来沈家宴会了？是我救了温小姐。他说是他救了温小姐。这沈家请都请不动的太子爷，居然为了给温之言辟谣，亲临宴会。我正好路过，听到你们在质疑温小姐的清白，一时嘴痒，就没经过你同意开了口，没给你造成什么困扰吧？是我给您添麻烦了。举手之劳的事，温小姐还得起。昨天晚上我在安曼谈事，恰巧遇到了神志不清的温小姐。我见扶着她的人鬼鬼祟祟，便让酒店查了一查，之后便赶过去救人。还好去得及时，温小姐安然无恙。如此滴水不漏的太子爷，怎么会闲逛到这儿？平白给自己添麻烦，难道见我太惨，同情心大爆发？啊，对，我就说温小姐是清白的。对呀，温小姐一身正气，是啊，一看就是洁身自好的人，就说她是好人。哎呀，那是我。赵总，谢谢你救了我妻子。你的妻子？不用你替我道谢，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，明天就是冷静期最后一天。你真的要跟我离婚？阿言，你明明是爱我的，你怎么会离开我？你只是被气急了。警察马上就到了，比起关心离婚的事儿，你还是更该关心一下你的糖果。哦，对了，你也逃不了，你的糖果昨天晚上说了，你也参与其中。你真的相信我会这么做？阿言，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，永远都不会伤害我。沈继涵，顾金堂还在这站着呢，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？你只是拿她当妹妹，哪个妹妹会和哥哥暧昧不清、形影不离？你让她一次一次越界，一次一次践踏我的爱情和尊严，现在跟我谈爱，沈继涵，杀人都不过头点地，你就这么一刀一刀凌迟？警察怎么来了？顾金堂、姜文慧、沈继涵，你们涉嫌买凶伤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哥哥，救救我！郭太太，家风要紧。妈，救救我！妈！走，阿言，我错了，是我鬼迷心窍，但我不能离婚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可是我不想要你了。谁是主谋，谁是帮凶，我都已经查清楚了。我知道沈继涵没有参与，也知道姜文慧并不知道顾金堂做的，可我就是想让他们一起被抓起来，一起被审，这是他们应得的。得偿所愿。既然报了仇，不是应该开心才对吗？怎么在这里躲着呀？累了。累了就回家睡觉吧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回去。
赵玄州，今天谢谢你。赵总，如果我说我对您别无所图，只是恰巧买了跟您同一个楼盘的房子，你信吗？换成是你，你信吗？不信。但是世间的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巧。是啊，好巧。啊，我到了，赵总晚安，睡个好觉。文之言，